台南是全台蘆筍第2大產區，主要集中在西港、將軍甲安定，種植的面積大約157公頃，一冬的產量有800多噸。今年市府農業局特別甲將軍區農會來合作，將要在4月11、12兩天，在東區的嘉義農區舉辦青蘆筍推廣的活動。綠蘆筍的，因為營養豐富，那也因為口感清脆，然後烹調很容易，所以一直以來都深受消費者的喜愛。那今天我們有特別邀請了將軍農會來介紹它的綠蘆筍的一個產品的部分。那也另外就是呼籲大家，在4月11跟4月12，在東區的農夫市集裡面，我們將軍農會這邊有辦一個綠蘆筍的一個推廣活動，那歡迎大家來參與。蘆筍哦。一寡消費者攏較袂曉時吼，攏較袂曉時，阮的活動嘛有講吼一寡下皮的手藝活動啦吼，啊，直接嘛人甲阮介紹阮，阮的蘆筍吼，伊會大概分級啦吼，大概像咱的蘆筍也袂曉時的，大概阮就是講吼，這種的蘆筍都免時吼，這就是互阮特別為迄袂曉時的消費者吼來用的產品吼，這種的就是你買就切了，就攏免時啊，啊過來之後。哦，這就是較大支的，較大支的蘆筍吼，因為伊是看伊的雌性，來你作為分級，這是較大支啊，來這較中班哦。啊，毋過不管是大支，不管是中班，不管是細支啊，伊是攏是東港鮮菜上蓋新鮮、上蓋好食的蘆筍。每年的3月到6月是青蘆筍生產的季節。為了維持穩定的生產規模，在農民有心的栽培，品質會講青脆清甜。東港的活動除了青蘆筍的推廣，另外還閣結合親子的體驗，甲着食農的教育，要讓民眾在動手做的過程中認識食材的來源。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